上帝寫出家攏種人類，那可能根本一兄弟姊妹要開到痛苦、煩惱、不適，要擔到暗恐怖嘅病，那上帝請出家來嘅面前，在呢個馬太福音11:28節，耶穌講：來我哩，攏種人要衰弱擔到嘅，要痛苦、要不適、要煩惱擔到嘅，來我哩，我伴你舒服。我本意寬慰，那才讓自家有謙卑嘅心，自家嚟求主，自己同齊，佢為舒服自家嘅心，本自家嘅心中嘅寬慰。詩篇203:3讓人講到，佢原諒自家嘅錯，醫治自家嘅病，那才讓人自家嘅擔到要痛苦要病，嚟主嘅面前。佢醫治自家嘅病，因為到出呢個1彼得2:24人樣講到，佢當下開自家嘅嘴，在佢嘅身體嘅，在十字架當過嘅，為到咩呢？為到自家死在罪惡嘅方面，自家生到在真理裡面，透過佢嘅變相，自家得到醫治。那這樣人自家嚟到主嘅面前了，因為到佢開自家嘅嘴。佢原諒自家嘅罪，在十字架嘅佢擔起了，為了自家本一罪惡太多，自家變生才在真理裡面，透過佢嘅變相，自家嘅病本嘅醫治，也都係要用我自家日相信嘅信心，要用嘅信心對主、對耶穌基督，係自家叫做一個上帝，自家得到醫治。阿們。